喺郵輪上面幾日，除咗食同埋望住日出日落不斷咁樣交替之外，仲可以做啲咩呢？其實船上邊都有好多休閒娛樂設施，例如可以去圖書館睇下書，去健身室做下 SPA、焗下桑拿、玩下健身器材。天氣熱嘅時候，仲可以游下水，享受下日光浴。呢啲活動全部都免費㗎。其實除咗呢啲之外，喺客房門口每一日都會有一份日報，上面會寫咗每一日嘅活動同埋表演，基本都係免費嘅。活動有動有靜，你可以挑選自己中意嘅嚟到欣賞。其中星海劇院會有一啲大型嘅綜合表演，另外出邊林影院又會放映一啲電影。喺呢幾日裏邊，我睇咗2個大型嘅歌舞表演同埋2場電影。除此之外，仲會有一啲文娛活動，例如寫下書法、學下做手工，仲可以跟導師學下儀態，一齊做下運動，聽下一啲講座等等。總之就包羅萬有。另外仲有幾個收費嘅酒吧，嗰度會有鋼琴演奏，亦都會有啲歌手唱歌表演，你可以入去坐低欣賞。如果客人唔多，你唔飲嘢就咁坐喺度，佢都好歡迎㗎。其實飲品嘅價格都唔係好貴嘅。如果3、5知己想玩下啤牌或者麻雀嘅話，喺12樓甲板上面嘅戶外空間就可以俾大家免費喺嗰度玩下牌。總之各適其適，根據每一日日報上邊嘅活動時間表，確保大家玩得夠充實。